即碟咱要来强守上帝的话，请你掀开圣经，咱要看的是伫新约圣经彼得前书4章第1节到11节。彼得前书4章第1节到11节。你若有炸圣经显着的，请你同齐来出声来读；无的，请你看头前的投影片。彼得前书第4章，当基督既然伫肉体受苦，就恁也着用这号心志做证据，因为已经伫肉体受苦的，也甲做煞，直到恁一碟之后，伫肉体的是日无趁人的需要，是趁上帝的旨意。因为以前的日，恁拢趁外邦人的意爱，行伫邪淫、私欲、酒醉、放纵、宴乐，甲这个业法拜偶像的事，时已经到额啦。当恁毋甲因走到伫边边放荡的街头，因就为着安尼奇怪来诽谤恁对迄个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来家己排列，因为福音也捌传互世人，是要互因伫肉体照人受审判，伫神照上帝的话。若是万事的结局困难，所以着自在节制来祈祷。第一要紧，大家着切切三听，因为听是惹看做过。大家三接派，无得熬熬念，人照所受的恩赐，三服侍。做上帝百般恩典的关键，若有宣讲的，就亲像宣讲上帝的照明；有啥服侍的，就亲像用上帝所赏赐的力，互上帝对耶稣基督伫万事为得到荣光，伊有荣光，有宽容。到代代无煞，阿们。愿一切荣光拢归伫阿爸爸上帝，照伊的话来行。只是咱要将时间交互牧师。早起牧师要讲的题目是用听才看做，用听才看做。感谢大平安。愿上帝平安常常甲恁三个伫地，咱三个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只是安静阮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再一摆拄你的话要正三甲实。主，看你的话伫阮的生命中产生动力，伫阮的生命中来看见头前的路，阮着怎样行？要怎样伫你的话的顶面得到更较大的启示甲帮助？只是阮会当更较清楚明白你甲阮中间即个密切的关系，也透过你的话。会当成做阮生命中最大的福分。但是要对你的话，看你互阮会当用心直接来听谈来敬拜。再一摆对你的话，三个是大声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大家平安。咱这2个礼拜，新安讲的读经本，伊的进度是彼得前后书，照惯的。牧师会大声来介绍咱今日所读的经文，甲彼得前书的作者、写作的时间、地点，甲收批的读者、读者，以及写作的动机目的。彼得前书1章1节，安尼讲：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批寄互四散徛去伫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阿西亚、庇推尼受竞选
会出外人。对这段经文甲咱讲，这个作者就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伊最耶稣12使徒中间的头一位，伊的原名叫做西门。主耶稣另外甲伊号一个用阿拉文所起的名叫做基法，翻译做希腊文就是彼得。圣经常常称呼伊做西门彼得。西门的意思就是啥物？就是芦苇，就是芦苇。咱知影芦苇是非常无稳定，的一个植物。伫旷野中间，互风若一吹单摇摆不定，就产生彼得的天然个性。伊的情绪非常的无稳定。当伊看见主耶稣伫海面行的时，伊就讲：主啊，互我会当安那行伫甲你行伫即个海面顶。可是当主耶稣用稳伊行伫即个海面的时啊，却因为心内惊摇疑所以差一点才摔落去水内。伊也对主耶稣讲：我一定要跟对你到底，连死也毋惊。才摔落去就安怎三界毋认主。可是真奇妙的，当耶稣伫遮呼召彼得的时，就清楚对伊讲：你的名无要叫做西门，对当开始，你的名要叫做彼得。基法甲彼得，伊原文的字义，就是咧讲石头即个石头的意思。主耶稣好像有意要照着即个改名来启示一个真理，就是安那人未得救的大生，原本是一个无路用，那像土粉共一样结成的即个石头，还是讲即个土粉，总是主的救恩会当将人改造成做活石，成做去做圣神徛去所在水阁好的材料。伫马太福音书16章19节有记载，主耶稣从天国的锁匙交什么人？交彼得。伊爱伫犹太人甲外邦人中间开启即个救恩的门。所以彼得伊遮所背的使命，是要互人得着人像啥物？得着鱼一般样，得人如得鱼。主耶稣国外就天了后的第1个五旬节，彼得伊一摆讲道，互3000人悔改认罪。约翰的教会也因为安尼生伫遐得着建立。此后咧，伊阁前往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庇推尼等所亚西亚的地区，犹太人甲外邦人伫遐来传福音。所以第一个称呼基督徒是伫倒位？安提阿的教会，也是彼得头一个去传福音并建立的教会。也阁有罗马教会，也是伊所建立的。所以彼得真正是掌握天国锁匙的人。第二，彼得前书是小遐分散伫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庇推尼、寄居的。这5个所在呢，拢差不多是组织伫即个小亚细亚的地区，就是咱今仔日牧师若捌去的即个托尼基的境内，是当时罗马帝国的5个省，也是当时犹太人甲外邦人做生意来往交流的所在。可能即张批的读者，就是迄地区的基督徒。那呢，写作的时间是啥物时阵呢？根据即个考古的史料，彼得大约伫主后65年到67年中间，伫罗马，和即个暴君尼禄伫遐甲害死为着主伫遐来顺道。因为安尼时，彼得前后书应该是写伫顺道无偌久的进程。这2张的书信，相隔的时间也毋是真长。咱会当参考彼得后书3章1节。前书
可能是写伫主后64年的左右。若是写作的地点，彼得自称伫倒位？巴比伦哈，个巴比伦有差真远的所在。所以伫遮有一寡解经家认为巴比伦是即个文笔的讲法，文笔的写法，啊，其实是应该指倒位？就是指罗马，啊，并不是指实际即个巴比伦城。因为当时彼得正伫咧罗马传福音，并且伊伫咧写完彼得前后书的了后无偌久，伊就伫迄个罗马被害，来殉道。第三，写即本册的动机，伫5章12节，彼得讲写即张批来考劝恁，也干证即个是上帝真的恩，恁着徛在伫即个。顶礼拜迄个林正坤牧师，伊讲啊真清楚。当时基督徒拄啊遭受啥物诶？遭受迫害，非常严重的时刻。所以为着要帮助这受迫害的信徒坚强坚定因的信仰，用忍耐回应苦难甲迫害。所以彼得伫遮来写伊的前后书，目的就是要基督徒这信徒会当更加深入、更加深会明白上帝恩典。当然，上帝恩典是包括着心、灵这三方面的救赎。这过去受了伤害的心灵，伫基督保护内面得到洗清甲医治。现今虽然经历了艰难，虽然有苦难，总是信心要扶持帮助，以及将来有丰盛的应允，要得到完全的救恩。第二咧，劝免受批者，受批者就伫这个永远有这个永远的眼光，爱用这个永远的眼光来看待这个短暂的世事。虽然世代是险恶艰难，总是会当持守着水果好的信仰，伫遐来忍耐，来忍耐这个苦难，必定让活出上水上有价值的性命。所以一定爱持守活泼的毋忘，一生靠主的恩典，爱伫刚强徛在为主做水搁好的见证。所以咱若伫咧看圣经伊内容，伊非常强调是啥物诶？不管你啥物款的情境，会拢在为主做见证、传福音，这是一个真重要。所以咱教会咱的信徒一项非常重要，就是为主见证、传福音。无论啥物款的情境诶，今日时间讲读经本，伊的主题是啥物？用听掠砍罪中文叫做以爱主罪啦兄弟姊妹，伫受苦的环境中，人真容易心灵遭受了这个折磨，而产生埋怨、受气，真苦毒。因此伫伊会失志，伊会累志，是有时会犯罪。作为一个受拣选的基督徒，应该立志伫这个艰难的环境中，都要坚定咱的心志，靠主的恩典，活出有信、有盼望、有仁爱的人生。为了主伫遮来做阳光的见证，为了主的名伫遐来宣扬。所以彼得前书4章1节甲11节，会当分做会分做2段，来讲。头一段就1节甲6节，的主题就将这个受苦成做互家己成长的什么智慧甲营养。兄弟姊妹，咱生活伫台湾好，也是毋好？我相信咱应该拢讲好啦为什么？伊伫全世界拢总233个国家甲地区中间，台湾算做是一个真好生存的所在。因咱台湾重视啥物？民主自由，伊也尊重信仰的多元化，不但是经济富裕，还佫有享受了侪的福利。咱佫知影，即个医疗是世界第一名台湾的劳保咧，福利是毋是
互即个犯罪啊走去外国啊呐，啊伊若破病啊呐，伊就转来自首吼，啊佫会当享受即个劳保的福利吼，劳健保的福利吼，啊这还是真特别的所在。总以虽然处在这种的环境下，抑佫有一个侪人吼，侪人伫咧话讲啊呐，生活真正是安那好难哦，生活好难哦吼。我毋知我的囡仔吼，我的囡仔伊安怎感受啦吼？为虾米？伊咱知咱过去咱的薪水少少啊，对无？但抑佫会当欠一寡，啊佫会当买厝，对无？会无？会无？过去啊，会啊，即摆啦，囡仔讲若讲无开什物钱，欠想要买厝呐，无啥迄落吼，表示讲这房地产伤过悬吼，啊，这政府应该好啊处理，无简单吼。所以伫遮会当讲，啊，咧真大挫折感也真强吼，这是现今有侪少年人因感受吼。遐姊妹，所以咱来知影，咱人的一生中间，什么人无压力、无挫折的？什么人无苦难甲重担呢？是看你怎样去看待，怎样去面对。咱知影伫彼得的时代，这基督徒，因不但生活困难，更加还佫为着信仰伫安那受什么压迫呢？受吞担呢？还佫真侪人灭伫即个地下的坟墓。伫遐来生活呢，啊！伊若互人掠去咧，就伫迄个竞技场伫遐呐，甲狮，甲遮野兽伫遐爱决斗。其实每一个世代，每一个人拢有家己需要面对的苦境甲苦难。当然，人生的苦难是无法度伫遐来比较的。所以面对苦难的时，咱毋免埋怨，因咱只有会当选择就是接受伊。是会当积极的对这个苦难中间，还是要对生命成长有帮助的功课，是毋是安尼是？这是咱伫这个苦难中间学习的所在。安尼，咱伫每一摆的苦难，拢会当塑造咱的智慧、聪明，滋润咱的生命的营养，互咱人生会当更加精彩、更加丰盛。捌看过安尼一款的报道。伊讲美国一个真正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叫做约翰，伊伫咧参加伊16岁囡仔的毕业典礼啊受邀请伫即个毕业典礼遐伫遐来致辞。伊对在场的囡仔来讲：“我毋望恁安那，拢会遭受到无公正的对待。为什么？用这样安尼生，恁才会真正知影。”公正的什么价值？因你遭受到不平时，你敢知影公正重要无？公义重要无？你要亲身体验啊，对无？你才会当去体会伊的重要性，伊的价值。伊讲讲啦，我希望恁遭受到背叛、背叛，只有安尼生，恁才会当领悟这个忠诚的什么重要。我毋望你会当忽视，忽视，互人忽视，互人看轻你的意思啦，只有安尼生，你才会意识到听探人的重要性。听起来真残酷。约翰伫这个毕业典礼，伊无讲任何祝福囡仔的好话，伊只甲你讲，你都要经历过苦难。并且勇敢的接纳伊的存在，你才会当对这个苦难中间受到一寡有价值的信息，互你家己会当伫安那来成长。伫第4章1节到6节，彼得甲这个信徒讲几项事。头一项伊讲，照着肉体会安那，会受苦，离安那离较侪伫遮来断绝。兄姊妹，并毋是伫恶劣的环境中间，咱就会当啦埋怨天、埋怨人、怪环境、怪别人，是怪上帝。好像千错万错拢是安那，别人的毋对，家己只敢是无辜可怜的受害者。
如果咱若存有即种受害者的苦毒心理，一生我相信拢袂快乐。有一寡人伫咧受苦的时，伊会产生真通惊报复的心理。我若无过，啊，别人若安怎，免想安怎要好过，咱就同齐安怎来灭亡，大家拢来灭亡，兄姊妹。咱有无犯罪的自由，咱来真清楚，因为主耶稣已经互咱好的模样，所以咱是袂当犯罪，这是真清楚。主耶稣伫受难、受苦的中间，伊得到完全，伊诚做咱救恩的元帅，伊为要互咱老路模样，叫咱来跟对伊的脚链，所以现在叫做基督徒，就是跟对耶稣的，伊当体谅咱的软弱，伫遐搭救咱，才会因为受试探，受试炼伫遐受苦的人，这是头一点。第二点，存受苦的心，顺探上帝的旨意。存受苦的心，顺探上帝的旨意。兄姊妹，如果人只敢关注伫这属地的财物，甲享受到舒适甲享乐，那呢，伊就是世界顶面上容易受打击、容易受伤害的人。因咱知影世间的物质、钱财是上容易互人伫遐来欺骗的我会记得前几工有新闻伫咧报讲一个查某囝来控诉即个诈骗集团讲欺骗伊的老爸卖厝，搁去去投资，结果互人骗3000几万不过这3000几万我知影无讲真济，我会记得有人骗7000万搁较济兄姊妹，只要咱莫过头的贪心也是无知咱知影贪心就想要趁搁较济嘛人甲你讲敢若足好的你就受欺骗就受迄个引诱结果咧就互骗了。所以咱诚做基督徒一定要咱会选择甲一般人无共款的生活方式，对顺探上帝的旨意，拄去即个无健全的心，甲世俗的情欲，伫今世爱自守、公义、健全道日子，毋通有啥物应该如何，不可一种固执的意念，凡事会当随意，就是啥物事你都会当感觉足平安的、足自在，因为咱有啥物？有上帝甲咱三个伫地这是非常的重要。咱来持续常常快乐，因为这上帝要赏赐咱的对着困难困境，咱都要安静忍耐，祈祷上帝，咱有智慧伫遐来面对，咱就要得到真正的平安。这是第二项。第三项，古早甲世界人同奔这个放荡无道的路就是讲放荡极头的路，我靠上帝警醒祈祷。这30到60，兄姊妹，当咱选择要做一个基督徒，咱就是咧选择一条真正无简单的路。咱来知影，人的本性就是就是欢喜伫遮来享受舒适，咱讨厌遮的麻烦甲什物甲劳苦。咱最好规工拢伫咧厝内看电视享受，毋知偌好对无？逐工伫遐耍手机耍游戏三顿有人甲你款便便只要你出一支喙就会当食，安尼就好。所以咧，食啉嫖赌，才会行伫邪淫私欲、酒醉放纵、宴乐，并且靠拜偶像的事，一直拢存在。兄姊妹，人一旦离开这个真神真个上帝，道德标准，伊会跟对而来，伫遮来降低。道德标准一个降低，就是随伊的心意所爱，纵情伫罪的中间，就是伫这个罪中间伫遐追求快乐。
总是即款的人生有啥物价值的？咱千万毋通袂记，咱将来要摕啥物，甲咱的上帝伫安那来交代交涉。这第五章咧讲，因要对迄个便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来家己排列。这每一项拢爱家己面对的，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因为将来咱拢要爱徛伫上帝的宝座前，向上帝交代。这一生你怎样伫遐来度过？这一生你是毋是有尽忠尽本分来完成使命，也是伫遐无功无知白白的浪费？所以有一句话讲：今生决定什么？决定永世。咱今生可能有70年、80年、90年，甚至有人已经要100年的时间。啊，永世咧，却是啥物？千年、万年，你怎样度过这一生，是你的选择。将来的审判是上帝的主权，无入捌上帝的人，伊只敢看重的就是家己今生，是袂当伫遐食啉佚佗快乐，占尽便宜。忠心的基督徒，去看重将来。伫审判台前，是毋是会当得到学路？所以这是一条无简单的路。所以彼得劝勉，为了信仰，为了价值的信仰受苦的人，咱的心灵，咱的一切都要挂靠上帝来活，常常坚信祈祷，将所担忧挂虑的代志，一切艰苦事，拢交托伫什么人的手？上帝的手。哦。这是第三点。第二段，第4章7节甲11节，彼得则劝勉基督的信仰，互咱互咱有无共款的世界观、人生观、甲价值观。啊，咱的迄个世界观，就是看到将来永世灵魂要去的所在，以及审判台前的交涉。咱人生观，就是要凭着这个坚定的信仰，要活出积极正面的美好人生，就是水阁好的人生。咱的价值观，就是人的活，毋是单单为着食、啉、佚佗、快乐、享受利益。咱更加爱活出有意义的人生，活出对上帝、对别人拢有价值的人生。总结这款的人生，就是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其实牧师印象足深的哦，咱有时伫学校哦，我记得我拢伫学校咧服务的时，人拢看咱敢若戆人呢。你敢知影？看牧师敢若戆人呢？有时咱伫遐付出，咱伫遐帮赞，咱伫遐关献，咱伫遐做这样代志，但伊讲看咱敢若戆人呢。但我敢甲讲一样，这是耶稣基督的什么？真正的疼，疼就是爱付出，疼就是伫遐关心，疼就是互恁中间互相的对立彼此的什么？无谅解，伫安那会得到化解，会当用疼啦，较爱哦，会当用疼抓看所有的罪，这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伫这段经文的中间，彼得互咱三个提醒，头一个是什么？谨慎自守，啊，谨慎自守，谨慎祈祷。伊则讲，若是万事的结局困难，所以就自在积极来祈祷。兄弟姊妹，对着艰难困境，咱其实并毋惊真苦，毋惊真苦，但你上惊是啥物呢？上惊着即个苦，毋知什么时阵才会安那，才会停起来。为什么真侪真有疼心的人，长期伫遐照顾破病的厝内人，日暝伫遐照顾，伫遐关心，尽心尽力伫照顾，到最后拢伫遐来绝望呢？是毋是放弃咧？有时间啦，选择什么？同归什么于尽哦？是因为安那受不了、受不了。
唔知影什么时伊才会当得到头棒。所以才讲万事的结局近啦。对基督徒来讲，并毋是即个愿望伫安那破灭，乃是愿望的代志要得到什么的实现的开始。所以伫即个最后的一段路程的中间，咱爱安那搁较有好的表现。安尼已经做甲安尼，最后即段路，你搁安那爱搁较好的表现的，爱坚持到落尾，搁较毋用阮限日伫迷惑，行日迷惑，行日即个歹路，咱安怎？咱搁较着爱自在，是为着会当节制来祈祷，谨慎来祈祷，持守常常祈祷的生活。那就主耶稣讲，恁的心灵愿意，肉体却软弱，所以只有啥物？谨慎祈祷，才会当互你的灵搁再一摆得到清醒，互你的灵得到搁较大的帮助。第二，就安彼此确实的伫遮三听，切三听，大家三接待。第一要紧的，大家就爱切三听，因为听是抓砍最的罪过。美国的小说家叫做马克·吐温，伊捌讲过，伊讲生命是安尼的，什么第一站？今仔日生命讲的只100个，但有的人足早就足早就无到100个。这人的生命安尼第一站，所以无时间伫安吵闹，无时间伫遐辩解，怒火中烧，时间敢用即个听的人就真容易错失，所以只有听就应该大声勇敢伫甲讲出来。总是听是抓砍最的罪过。即句话意思毋是讲用听的名隐瞒即个罪，也是放任即个罪。你是指着即个听的溃烂，止煞罪恶的扩展，甲即个影响，对袂使有即个无好罪物件扩展影响人。所以当咱有基督的听，伫咱的心目中，咱就是就是爱想要挽回、拯救遐互罪恶捆绑甲伤害的人，用听做出发的种心态，互代志一结果就变甲完全的无共款。这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亲爱的姊妹，人活伫这个世间，其实拢无真简单，因为每一人拢有家己必须面对甲承担的苦难。一个问题，有真侪时阵，咱毋是惊真苦，只是感觉讲无人会当理解咱心目中的苦。当人若无了解时，你就会当感受到讲你苦中之苦，苦中加苦。所以，如果有人愿意伫遐来理解，愿意有人伫遐来听谈，愿意有人伸手帮赞，得到即款的听，你的苦就袂苦是毋是？所以伫遮有一支影片真有意义那么请咱大家来看上天的恩赐，听人亲像家己咱来看这片影片地区烈阳高照，酷热难耐。年近89岁的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终于答应了儿子的请求，在妻子芭芭拉的陪伴下，前往缅因州避暑度假。当老布什步履蹒跚走出官邸时，却看到奇怪的一幕：平日里陪伴他身边的安保人员都剃光了头发，齐刷刷地站在大门两侧等候着他。惊讶的老布什连忙询问缘由，原来他身边的一位安保人员5岁的儿子帕特里克因患白血病，在治疗中头发全部掉光，既痛苦又自卑。为了鼓励孩子坚强地面对病魔，安保同事们也都纷纷剃光了自己的头发，勉励孩子振作精神。在得知如此忧伤与感动的故事后，一段尘封已久的悲伤记忆涌上老布什的心头，因为在60多年前，
也正是可怕的白血病夺走了他心爱的女儿罗宾。痛失爱女的他，时常在深夜为女儿祈祷，祈求全能者的怜悯，希望有一天再拥抱一次心爱的女儿。为了表达对小男孩的支持，老布什用祈求的眼神回望妻子说道：“亲爱的，您是否可以允许我也剃光头发呢？”在得到妻子芭芭拉批准后，令人感动的一幕发生了。老布什毫不犹豫地剃光了头发，毅然决然地加入光头行列，并微笑着对小男孩说道：“勇敢的帕特里克，我也天生是个光头，所以你只要好好治疗，总有一天你的头发会超越我的。”看到丈夫的新发型，妻子芭芭拉感慨地说道：“亲爱的，你是我一生中见过最帅的老头。上帝爱人，也要爱人如己。真正的爱从来不是伪装，而是发自内心的给予别人更多的帮助。要想得到别人的爱，首先要爱人如己。”2013年8月10日，在老布什夫妇的帮助下，白血病治疗基金会成立，并通过自己的影响力积极为病魔中的孩子们募捐筹款，希望更多的人们支持和关心白血病人群，帮他们战胜病魔，共度难关。泰戈尔有句名言：“请把你活成一道光，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光走出黑暗。请保持你心中的善良，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善良走出绝望。请保持你心中的信仰，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信仰走出迷茫。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活成一道光，绽放你所有的美好。”牧师也真介意一个叫做泰戈尔吼，这个作家泰戈尔伊的迄个一段话吼，伊讲啊，用生命啦影响生命，用生命影响生命。讲都要将家己活成一片光明，因为你唔知影，是这样照着你这个光明行出黑暗。请保持这个心中的友谊，因为你唔知影，之罪会照着你的友谊行出绝望。请保守你心中的信仰，因为你唔知影，之罪会照着你的信仰行出迷茫。请相信家己的气力，因为你唔知影，之罪因为相信你，开始相信了家己。原来会当真互咱每一个人有一束的光明，伫遐发光，互一切拢变成最美好。确实，人生会拄着什么款的苦境，咱无法度大声知影。所以，咱知影家己会当做，就是选择用积极正面的心态去回应这个苦难，用听抓砍这个罪。兄弟姊妹，这个世间虽然不尽人所如意，的代志真多，所以咱一定要相信，上帝恩典真正教也你用，并且会让一切拢变得更较水、更较好。咱只要愿意，为了这款的美好来付出一切的代价，相信生命必定会当影响生命。第三，叫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最后彼得讲，逐人照所受的恩赐相服侍，做上帝百般恩典的关键。感谢上帝，真正互咱有一个健康的身躯，会当做这项做迄项。感谢上帝，伊互咱有这个恩赐、恩典、才能，甲使用恩赐的机会，互咱会当经营充实咱精彩人生。所以求主帮助咱，尽力照所得的恩赐，伫遐来彼此服侍，互这个世界因为有你有我，更加丰盛佮美好。求上帝帮助咱，无论什么款的境遇中间，拢会当活出有信、有盼望、有仁爱、水佮好的人生。愿上帝祝福伫咱。咱三个同心来祈祷。阮的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我一摆对你的话伫遮三个实，对你的话做正多人来领受你的话，行定伫这条信仰的道路，帮咱坚固。祝福
搁较侪的人，做可能会当互阮真正用听来掠看搁较侪的做，或者做无影响，或者做得到阮会听，而且甲因断绝，互因来看见上帝你的阳光甲灿烂，互上帝你会听，真正充满着全世界。人啊，真正伫即个听的中间，阮相信都无够有竞争，无够有对立，无够有嫉妒，无够有人对人的伤害。做可能搁一摆帮助阮，坚固阮的心智，互你福音会当得到宣扬，互你福音见证，正在世间人搁较大的帮助。阮来祈祷，拢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